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31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这个走势又是让金融消费者伤心的一天表面上看指数好像跌幅不大，但是作为金融消费者再一次被消费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收跌，创业板跌1%。上证指数下跌0.54%，深成指数下跌0.97%，科创50下跌0.66%，北证下跌2.7%。个股是跌多涨少，下跌的是4027只，上涨的是1295只。也就是今天这个散户又是亏钱的一天了。成交量呢，沪深两市成交量是1.2万亿，比上一个交易日稍微多了一点，但还是这个比较低迷也就是说大量的资金实际上是在场外观望，里面留下的更多的是那些输红了眼的赌徒还想在里面搬本，但是他那个本越搬越少。今天主力资金流出500亿，但是咱们要客观的说今天外盘指数那跌的还是比较厉害的。首先是这个恒生指数收跌是1.3%，恒生科技指数跌了2%，这个跌幅还是比较大的。日经指数呢跌了4%这个韩国这个指数也是跌了3%，也就是说外盘呢也是暴跌。所以在这种形势下，胡适今天走的还不算多盘中下跌接近1%，就是沪指但是尾盘无形的大手又发挥作用国家队狂拉这个银行股，走了个 V 字形。大家也知道在这个点位走 V 字形呢，留下一个长长的下影线，这个叫仙人指路就是下影线指向哪里，下一周它就要到哪里。也就预示着恐怕接下来这几个交易日就是清明节之前的交易日还有暴跌这个金融消费者这下不要说搬本了，很多人今年一年呢都白忙了，已经在赔钱了。这个科技股对吧，什么哪吒带来的这个红利已经这个如数奉还，本金加利息还回去了。我看很多网友说自己这个3月份赚的钱不仅全部还回去，而且还开始赔钱了。这一下马上清明节就到了，这些赌徒恐怕上坟都要空着手去了，没钱了，无颜见自己地下的祖宗不得不让祖宗多多包涵。实际上这个周末胡适还有很多好消息，你比如说财政部给这个几大国有银行输血5000亿，然后证监会又是什么战略投资者不准什么，就是 IPO 的时候不准这个借出股票做空等等很多这个看似是利好的一些消息就是消息面还是偏暖的。但是今天市场依然不买账，只能尾盘靠这个银行股给它拉一下，否则的话非常难看。有网友说这个财政部的效率是非常快对吧？周末宣布给5大行暂投5000亿，说周一就开始在股票账户开始划款了，小散户捐钱了，要不然这个钱从哪儿出呢？最终还是小散户买单呢。财政部的钱呢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对吧？这大头的钱还得靠散户多帮忙。也就是最近这个什么机器人股暴跌很多人说这是金沙江创投的那个朱啸虎他的言论引发的，所以现在网友开始指责这个朱啸虎唱空咱们的科技股。这个散户恐怕是跌麻了。大家记得吧，就是行情好的时候有一种声音就特别强，就是散户开始呼吁要延长交易时间，也耽误大家赚钱呢。现在一天4个小时，然后周六周日还不交易，也没有什么夜盘，完了一到国家假日他又停止交易，所以全年交易时间非常短。很多散户呼吁要延长交易时间，因为它是牛市天天涨不能耽误散户赚钱了，每分每秒都要在赚钱，这就是散户心态结果最近恐怕是因为这个散户是跌麻了。网上可以有传言这个是新浪银行证券时报报道说近日有消息称2025年3月30日证监会突然发布关于优化证券市场休市安排的通知，宣布自4月起对 A 股交易时间及节假日休市规则进行重大调整，全天交易时间缩短30分钟。记者从权威部门获悉，此为虚假信息
传这样的谣言啊，全天交易时间缩短30分钟。谣言呢，要么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要么就是这些传谣言的人啊，接受谣言的人，他们心中所想啊。与其说是谣言的传播，不如说这些散户需要这样的谣言，也就是希望啊，每天的交易时间缩短到30分钟。实际上，这就是我说的，这个金融消费者现在亏惨了。如果现在啊，指数啊走牛市，蒸蒸日上，不会有这种谣言，只会有要延长交易时间的谣言。那现在传这种缩短交易时间这种谣言，那就说明散户啊可以说是水深火热，一个个的成了山顶资本。大家不要看指数好像波动不大，那是因为金融股、大盘股、中字头的，还有什么啊银行股，他们在撑着的。其他的股票啊已经是跌得稀里哗啦，爹妈都不认识，对吧？从成交量看，连平日活跃的游资啊都集体踏青去了，也就是春游去了，行情冷淡，让人怀疑这真的是春天的行情吗？但是从散户的账户来看，散户是跌麻了啊，他们的账户啊和春天的一样绿啊。虽然这个散户啊现在都成了山顶资本，但是不要急，希望啊还是有的，路就在脚下呀。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看啊，这个外资机构又开始给散户打气了。这个美国媒体报道啊，新浪财经报道啊，说美国媒体说啊，华尔街对中国市场信心回来了，今年恒生指数上涨近20%。据环球时报报道，随着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进展，政府释放更多政策信号，华尔街正在重估中国资产。在香港金融盛世周期期间，来自全球各地的银行和金融高管们普遍认为，中国内地和香港市场正重回增长轨道，确实感觉信心回来了。报道称啊，今年以来中国股市表现亮眼，恒生指数上涨近20%，而同期美国标普500指数下跌3%，日本日经225指数下跌5.8%。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小米和比亚迪的股价均实现2位数增长。华尔街正在上调对中国股票投资目标，认为北京方面发出了更多积极的政策信号，且 DeepSeek 等科技企业的创新潜力将推动市场进一步回暖。给我感觉啊，好像这些外资机构啊正在高喊，号召着散户啊给我顶住，对吧？援军就要到了。目前经济形势啊到底怎么样？我们看一看啊，对吧？这个特大型钢铁企业鞍钢，它的效益怎么样？我们就可以对钢铁行业、对这个央企、对这个东北这个经济形势啊，都会有一个了解。最近鞍钢出来这个财报啊，简直像一颗炸弹，把大家都惊到了。2023年鞍钢亏损33亿，本来大家认为2023年房地产不好，鞍钢亏损也正常。那么2024年这个房地产不是一定止跌回稳吗？那鞍钢啊，应该情况会稍有好转，因为它跟房地产关联比较大嘛。但是谁能想到啊，2024年鞍钢亏损啊71个亿，短短1年亏损翻了1倍，2年累计亏掉104亿，换算下来啊，每天差不多就亏掉3个双色球1等奖，这叫巨亏啊！这个鞍钢的一线工人工资大概多少呢？我估计啊，也就4-5千。你说现在啊，4-5千这工资确实也不算高，也不富裕啊。如果鞍钢再这么亏的话，他工资还怎么发得出来呢？如果25年继续亏啊，恐怕他就只能贷款发工资了，对吧？这一幕啊，30多年前已经啊发生过，难道又要重演吗？当然这些数字啊，大家可以看这个鞍钢股份，它的这个业绩预告以及发布的这个财报，它会很详细的披露。我在想啊，其他的钢铁企业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其他的东北的企业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鞍钢股份呢是上市公司啊，同样是钢铁企业，对吧？有个叫杭钢股份的，靠着算力啊，你看它股价涨的。我不知道鞍钢股份能不能搞点算力概念。什么叫算力呢？就是把它废弃的厂房啊，那些闲置的厂房收拾收拾，里面买几台服务器搁里面啊，这就是算力概念股。我们再看啊，这个最近啊，在这个博鳌亚洲论坛2025年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球，他对这个资本市场啊
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针对一些上市公司暴雷问题，建议从规则、制度和法律层面上，要让上市公司不敢埋雷，要让中介机构也不敢去掩饰，也就是那个券商和会计师事务所啊，如果要进行欺诈上市和财务造假，包括发行人，包括中介机构，要把他们纳入到严重的犯罪行为，罚款不再是几十万、几百万，将可能是几千万甚至上亿，刑期可能是10年以上，必须要罚到他倾家荡产，牢底坐穿。如果资本市场没有了雷，中国的投资者就敢投资了，这是市场繁荣的基础啊！这个我觉得吴小球说的非常在理。我天天在这讲胡适啊，实际上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啊，这个是胡适想走牛的前提条件之一。大家可以看视频啊。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还比较短资本市场呢，它有它的共性，也有它的特殊性英国和美国是资本市场发展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他们在法治规则方面应该说相对比较成熟，所以我们在透明度监管到法律的建设，包括对违规违法的行为的处罚，上市公司的监管方面，我们都要学习借鉴英美国家的一些成功的经验。那同时呢，我们要走出中国发展之路。比如说，中国是一个大陆法系的国家，显而易见，它和英美国家的英美法系不一样。那么，我们如何的去在法律结构上完善，推动资本上的发展，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在法律体系方面，比如说要吸收一些有利于资本上发展的一些英美法系的元素，这个就是中国之路了。那么同时呢，我们包括 IPO 也好，并购重组也好，退市方面都有我们自己的一些特点。这个特点呢，既要体现出资本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中国的特色，中国的国情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中国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我们欢迎包括发达国家或者不发达国家都和中国发展良好的国际贸易政治关系，这个是中国的对外开放的一贯的一个原则我们还是坚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基本的原则。包括亚洲论坛是立足亚洲，面向世界是推动亚洲经济的繁荣和发展。的确，一个时期以来有一定的外资流出中国的 FDI 在最近的确有下降的趋势，我们也看到这样一个现实，所以这也看到我们的问题所在。我们未来改革和政策调整的重点在哪里？很重要的是，让消费者、投资者、企业家、市场主体也包括外资，有信心，对中国经济的今天和未来充满信心。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一个完善的法治，未来中国会更加开放，是高水平开放。我们未来的中国到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那是个巨大的市场所以当然我们把我们工作做好，资本呢它总是流向安全的地方，流向有收益的地方，市场都是在竞争中来完成的我们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下，各自都能够成长，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无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都是中国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这个吴小球说法治还是法治，对吧？你只有法治才让资本安心。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他们都天然的喜欢那种稳定安全的地方。你这儿稳定，你这儿安全，人家就愿意留在这儿。那怎么样稳定，怎么样安全呢？说白了就是法治。这个外资刚在你这儿尝了点甜头，你那边对吧？就有司马南这样的人开始煽动民粹主义，搞民族主义，对吧？要把外资赶走，就形成这么一个舆论气氛。你说外资他能不害怕吗？他没有安全感，民营企业那更没有安全感，对吧？政府是千方百计的吸引外资，对吧？鼓励民营企业发展，但是一面又是司马南这样的人在那鼓吹，对吧？把外资赶走，鼓吹民营企业退出历史舞台，鼓吹现在的成果都是央企国企创造的。所以司马南对司马南以及他的粉丝对这个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不能这么轻轻的就放过。也就是他这种思想余毒一定要清理，否则的话，你看他的粉丝还在叫嚣说司马南是对的，一码归一码。虽然他经济上犯了错误偷税漏税了，那不是他的 MSN 机构
犯了错吗？司马南老师那还是心还是好的，一心为国啊，忧国忧民，这就是他的粉丝啊。最近网上有篇文章啊，叫雪贝财经，作者叫周闪闪，他把司马南偷税啊，以及司马南这个产业给扒了个底朝天。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4年前，当司马南及其背后团队风头正盛，对民营企业家口诛笔伐，耀武扬威之时，说我们曾撰写文章揭露其背后的流量机器如变现之谜。今日他身世渐弱，对其劣迹的清算虽迟但到。实际上68岁的司马南终其一生都痴迷于经营一种诡谲伎俩的民粹生意。他和他背后的团队通过这种危险且极不光彩的商业模式赚取了巨额财富。这个最近啊，有一个叫杨帆的，他回忆啊，他说他30年前跟司马南一起吃过饭，吃完饭之后啊，到司马南家里去畅谈，一同去的还有另外2个左派人士。这个杨帆说啊，他聊到晚上12点多他就走了。另外2个左派人士啊，跟司马南那是彻夜通宵的探讨。然后杨帆还说啊，据说他们经常彻夜畅谈，这说明什么呢？30年前啊就这样。这文章说啊，他说丑态游戏通常是这样进行的：以无私的爱国和正义斗士自居，利用民众朴素的爱国热情，穷尽手段获得点击率、流量和声名。他通常以民族主义为旗号，策动话题，并掀起风浪，对国家不忠诚等莫须有的罪名网暴并极限施压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司马南策划一场又一场舆论攻击的背后，多数时候都与藏身幕后的 MCN 流量机器和危机公关公司结成联盟，并最终通过后者获得巨额商业套现。如今这种贻害无穷的丑陋游戏终于被惩处。他说一，财富账本。他说2025年3月21号，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公布了稽查局依法对司马南偷税案的处理情况，这个咱就不说了啊。他说这一披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并可以通过数据部分倒推出其仅在其中的5年赚取到的财富规模。他说让我们从税务细节入手，逐步拆解其偷税账本。就是按照他的测算啊，他倒推啊，根据司马南的税以及罚款，他倒推司马南这5年到底赚了多少钱。他说考虑到司马南的主要收入可能来自内容创作、演讲和商业代言，假设其增值税率取 3%， 个人所得税平均税率取 30%， 综合考虑中高收入区间。他这个都算少了啊，他这应该是税率是 45%。他说若少交税费中个人所得税占比 70%， 就是324万，增值税占比 30%， 就是139万。我们可以推算出隐匿收入，例如个人所得税323万除以 30%， 隐匿应得税收入是1079万元。例如增值税139万除以 3%， 隐匿营业收入约4624万元。这2部分收入可能部分重叠，更可能是分别来自个人劳务收入和企业运营收入。为避免重复计算，假设总隐匿收入取2者较高值4624万加上个人所得税对应的1079万为完全重叠部分，保守估计其隐匿收入总额5700万元，5年平均每年1140万元。这一数字约为期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倍，农村居民收入的50倍。说再看企业层面，北京某影视策划中心少缴企业所得税75万元，以小微企业 25% 的税率倒推，其隐匿利润301万元。文化传媒行业利润率通常在 10% 到 20% 之间，取中间值 15%， 则该企业总营收约为2000万元。若利润率偏低至 10%， 营业收入则升至3013万元，平均每年约602万元。此外，该企业可能还存在未被查处的隐匿收入，即便假设序列成本掩盖了其中只是 20% 的实际收入，其总收入就可能高达3766万元。如此，综合个人与企业数据，司马南及其控制实体2019年至2023年总隐匿收入可能在9469万至 1.05 亿元之间，利润则在1370万至1600万元之间。总之啊，这些数字啊都告诉我们，
司马南通过这个收割爱国流量，那赚的是盆满钵满的，那个收入是吓人的。怪不得那么多人呢都去卷这个爱国赛道啊！这份偷税占本不仅揭示了司马南的贪婪，更暴露了其爱国表演的经济动机，一切都是为了钱。他这个文章还揭露了这个司马南以及他背后的 MSN 机构，以及 MSN 机构所圈养的很多这个所谓的经济学家，这些大 V， 他们沆瀣一气司马南作为头犬去攻击撕咬某个民营企业，然后这个 MSN 机构再派出自己的公关公司找这家民营企业，说我能给你平事，你得给公关费或者给某种形式的赞助。你看，这就相当于敲诈当然了，这个文章揭露了还有司马南很多其他的问题司马南的爱国账本，从税务黑洞到流量暗网，从对民营经济的伤害到国家的正义清算，最终以其虚假面具的坍塌收场。惩处司马南是对破坏这一生态的个体清算，也是对民企信心的提振。当然，这不仅是对一个人的清算，也是对某一个群体的警告。在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刻，司马南式的投机已无容身之地。这个司马南倒下了，但是众多的小司马南们，这些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的这些人还在网上活跃不知道他们的粉丝是怎么看这个事的。他们以爱国的名义假借爱国之名收割流量。也正是因为这些人，对吧，这样的颠倒黑白造成了或者是部分造成他的粉丝失业，找不到工作，越来越难。但是他的粉丝却越来越支持他。司马南的6000万粉丝除了一部分粉丝关注司马南是纯粹是因为为了骂他，为了看他还能怎么表演，对吧？把这部分粉丝去掉剩下的那些粉丝有正常人吗？就没有正常的人了。最后再说一下胡一进老师这个由于这2个礼拜这个胡适走的非常让这个金融消费者糟心在这过程中，胡一进老师难免恐怕有一些损失，所以胡一进老师表现出来的是不再像以前那么疯狂的给俄爹洗地，谈论俄爹的部分，为俄爹鼓入呼的部分似乎也少了一些，感觉他整个人已经稍微冷静了下来。现在主要是以调侃美国调侃特朗普为主。这个也没什么好说的。我想过几天胡适进一步下探，那胡一进老师恐怕就显得更加正常，让我们拭目以待。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